先在外面拍一下吧。让我进去一下嘛。他把我让我进去一下。好，谢谢。小王，你好，你好。怎么掉了呢？哎，走吧，来了，小珍。哎，太亮了。哇 ，too many people. Everybody， 美美。沿着这个位置跳来，这里来了。现在都在几个小时了。下午他们在跳。啊，对，都没休息。今天下午啊，今天还有点早嘎。啊，对。他们一般7点多在这个周立树台来跳，他跳拉手了，先手。今天永济领悟。哎，他来了。拍谁啊？你说拍谁？拍小朋友嘛。跳了有点久哦。你说拍谁？我想拍谁就拍谁啊！我肯定不会管那些。哇，都穿队服今天。这雍正。我下面都换了。啊，换了吗 ？HM4 吗 ？HM4。啊，15000啊，14000啊。15000。加镜头。24105。我用的145哦，那个也可以，这个价格140有点小，太小了。它那个。这就够了。够是够了，但是要距离太小了，要买35的。35太近了。35最后3550。谁打电话呀？喂，我来高升桥啊，啥子嘛？就高升桥噻，购书中心你要来吗？哟，说的为啥子不要把锁在里面呢？哎，你过来嘛，过来，有点看听跳舞人在这个华达商场这个购书中心这儿打个车吧。你骑车过来嘛，对的，10分钟就到了。就是这儿人最多的，你看嘛，那个肯德基对面。哎，好，我发给你，好。哇，德基真嘎也来了。我老婆没带电哦，妈钥匙锁了。好的，我在中间。有电了。
哎，我老婆把那个钥匙遛狗狗的时候把钥匙锁到里面了，没，她要等会儿过来。跳舞本来就会累啊，但看跳舞就不存在。对了，他们跳了一下午，我们拍了一下午，其实也没多久，2个多小时，4点钟吧，拍到6点多吧，6点半左右。还是曲真的精神好哦，体力好，不是体力好，但是状态比较可以。对，他没有睡午觉，他7点钟下班回家，3点多就3点钟出发，3点半到这边。吴京穿了个新鞋子啊，穿了皮靴。要吴京穿的靴子啊，好看的。梅朵。玲玲、戴宗，后面是巴图姆、苏拉。哎呦！阿龙不觉得穿得好红，好高，好，哎呀，这个要扯的吧？这不喊我来过来的啊，他错嘛，他是5彩的是一起弄一起啊，懂吗？他们是几个人？1、2、3、4个，4个人。看，一天要整几个10个。哎，这个小朋友来了。
哎呦喂，靠！没啊，我刚4个人问。没事儿，慢慢就人就多了。坚持下来，每年都来到这儿，每人就越来越多了。耍得可怜。没事，慢慢对了，慢慢就习惯了，慢慢人就多了。他那个应该1年半过吧？没有。哦，慢慢就多了，主要今天人太多了，他那好多都在直播。是吧？他随时跟你们打招呼。先这边绕一圈吧。哎呀，不冲了，我这个冲了不方便，都有点当手。
最后我们越跳越兴奋。你那调的是手动挡手动挡，啊直接手动挡，1.4。你不你这个你这边调光圈1.4.2，就用2.8，往大点儿噻，可以，你1.4的懂吧？ 1.4个。啊，光圈，但是你如果要虚化的话，就是1.4，那个有意思，你自己调嘛。还有一个是，你看哪个效果好嘛？6400。其实反正慢慢研究嘛，这是刚入这个，就是慢慢我在感受。反正那个还有一个清晰影像缩放，你设个快捷键，可以放1.5倍，相当于变焦的。相当于变焦嘛。啊，你应该有那个清晰影像缩放。这说到了嘛？你有，慢慢找吧，我那个记不到放大清楚。倍率是呗？哦，你看我呢？不是，有个清晰影像缩放，你慢慢找，就叫几个名字，它释放在1.5倍。你看我这儿吧，看吧，这种就可以一直可以变焦，就叫清晰影像缩放。哎，你慢慢找应该有。它你如果设快捷菜单里面有，快捷菜单里面你可以单独设置。不，你不吃的，你这个可以自定义菜单，就是有按钮那些呢，C1、C2、C3那些可以单独设置，有咱们也可以自定义。里面有一个选项，有个叫清晰影像缩放。站位他也看不懂，他有些认不到，他本来也不是，怎么说呢？就像那个拉车一样，有些他站稳他不认识。